草原地區山火肆虐，其中卑詩省嘅火勢隨住連夜強風，經已蔓延至亞省，引發到更大範圍嘅疏散令。鄺心如報導。喺卑詩省 Kiskatino River 一帶正在擴散嘅山火，已蔓延至亞省西北部大約400公里處，促使亞省當局發布緊急警報，並擴大對當地 Grand Prairie 社區嘅疏散令，超過140間民居需要立即撤離。沙省因為天氣配合滅火，山火形勢並冇繼續惡化。環境部嘅消息指，一個低壓系統正穿過草原地區，為當地失控山火帶嚟降雨。雖然唔會造成重大改變，但起碼能夠阻止火勢擴散。另外，受到山火影響，全國多處被霧霾籠罩，空氣質素轉差。亞省、卑詩省、沙省以至東岸嘅安省及魁省部分地區空氣質素惡化，能見度低，預計情況會持續到星期日。不過，環境部一度向南安省發出嘅空氣質素警告已於今早解除。